知道刚刚那个老外教练最后握手跟怪人说什么？他说我会结束你们的赛季。大家记住，他讲过这句话，他要结束我们的赛季，走着瞧。开赛目前比数5-3，陈立焕来投一个外线球，延续昨天第4节的火烫手感是新竹球王陈立焕。陈立焕自己砍3分球，给到钱肯尼，这球 N1 净算。攻击篮筐的动作，这边前面发生失误，工程师有多打少机会。高国豪给到本身高的起过来一个单手的飞身扣篮，挑战一个打3个，居然要摆进2分。德威开进来，要单挑荣一生，这2分摆了进去，直接砍3分有。开赛陈立焕的手感非常。如果有对《赌神》这部电影有研究的，应该就知道我在唱什么了。前面又是完全的空档，不能刀的来一个双手飞扣，第1节单手，第2节双手啊！阿吉非常果决啊，直接砍3分球，干脆，哇，换手运球，这球开进来，自己再捡进攻篮板再摆进，这2分要到了。最后看谁要来处理这球了，高国豪。篮底下在空中第1时间就把球给双手塞了。塔克出来拿球，哇，这球给净算。哇，原本球已经掉了，直接是冲撞到我们的主播台，是哇，前面马上来个扣篮。对，这球救回来啊，球已经在工程师的手上。哇，这个2个人相撞在一起，中间2个人都非常痛苦的倒地。糟了！哇，现在场上10个球员有3个球员是倒在地上。哇，而且包含中圈的刀城杨敬敏。大家要记得这一个机器，这个时候我们讲话才大，你要赢球讲话才大声啊。对啊，你赢球这时候，Kenny 哥吵，Kenny 哥站出来，很有感觉啊。对啊，不要一整季大家都是这样闷闷的哦。倒数看市场，再市场，这样很努力做，下半场花哥就停下来了。哦，所以你赢球是大家团队一起的，大家都做得很棒啊，对啊，你们就好好打球，剩下的事情我们这边，对啊。你们知道刚刚那个老外教练最后握手跟怪人说什么？他说我会结束你们的赛季。大家记住，他讲过这句话，他要结束我们的赛季，走着瞧，大家加油！来女。